洲际时刻展览记者会，活动一开始有3位来自祖族的查某囡仔，用因上水的歌声带大家入来活动的主题。活动中，除了副市长戴谦代表市府感谢大邦甲特富的2大社，佮有念书的免费授权，让台南有机会会用介绍并宣传属于咱台湾的特别文化。台南跟邹族其实有很紧密的关系哈。那我们这一次的洲际时刻特别厉害的地方是把文学跟影像做结合，所以你会看到有3位文学家他们的文字。在摄影师的作品上面，我们做叙述，所以在参观的这些观众们，他一看就能够一目了然，就知道说这一个图片所要表达的是祭典里面的什么意涵。那再加上战祭其实是邹族很重要的一个祭典，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祭典可以从头到结束，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我是邹族人，所以我有参与过。特富也全程的一个祭典上的所有的活动，所以我就知道说我要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去做一个拍摄，然后针对重点的地方做拍摄，然后怎么行动。因为毕竟这个 MASV 祭典1年只有1次而已，如果你错过了，可能要等到明年，所以我自己也会很注意。然后重点是在拍摄过程。不能触犯禁忌，是这样的。原住民文化一直是台湾特有的民俗文化。对文化背景中，不只会了解曾经的台湾历史，嘛会对无同的部落看到台湾这个宝岛丰富的特色文化。同时，市府嘛希望透过甲原住民的共同合作，用相片记录上真实的原住民日常活动的画面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